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4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24节，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19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是35节到4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复活的体。首先要跟大家恭贺复活节快乐，这是我们得胜的日子。根据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，哥林多前书15章提到了几个复活的概念。首先，牧师用和合本来看到保罗说到基督的复活，然后他又说基督复活作为得救的凭据，又说在基督里都要复活。新的翻译说的比较简单，他说基督的复活、信者的复活以及复活的体。那基督徒如何了解今天经文35节到49节所说的复活的体呢？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就跟尼哥底母跟像耶稣所提出的疑问一样吗？人老了怎么可能再从母体来出生呢？当然，保罗不是在说这样的一个形体，他所说的就如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2章23节到29节所说的那个一粒麦子的概念。我们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到49节的经文所说的话。有人要问死人怎么能够复活，他们有什么样的形体？无知的人啊，你种在地里的种子，要不是死了，就不能发芽生长。你所种的是麦子，或者是别的种子，都是一颗光光的籽粒，并不是那个将来要长成的形体。上帝照着自己的意思给种子一个形体，它使各样的种子有适当的形体。各种的动物的肉体也都不相同，人有人体，兽有兽体，鸟有鸟体，鱼有鱼体，还有天上的形体，也有地上的形体。天上的形体有一种美，地上的形体是另一种美。太阳有太阳的光辉，月亮有月亮的光辉，星星有星星的光辉，甚至这颗星和那颗星所发出的光也都不一样。使人复活也是一样，身体埋葬后会朽坏，复活后是不朽坏的。被埋葬的是丑陋衰弱的，复活的是完美健壮的。被埋葬的是血肉的身体，复活的也是属灵的身体。既然是有血肉的身体，就有属灵的身体。因为圣经上说，同一个人亚当被造成有生命的人，可是末后的亚当是赐生命的灵。先有的不是属灵，是先有血肉的，然后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亚当是从地上的尘土造成的，第二个亚当是从天上来的。属灵的人是那由尘土造成的人，属天的人是那从天上来的人。我们已经有了属灵的土的人形状，那将来也要从那天上来的人的形象。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，经过了复活的过程，
基督徒不再是追求那个原型的肉体的复活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一个复活的形体，只有在天上才有的形体，是复活且不会朽坏的形体。因为上帝是创造者，也是赐生命的主，又透过耶稣基督赐下了复活的生命，所以呢，只要相信的人就必要得着那死而复活的生命。叫遇见死亡的人能够得救，得到生命之光。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19节记载到上帝的创造前4天。上帝的创造，太初上帝创造天地，大地混沌还没有成型，深渊一片黑暗，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上帝命令要有光，光就出现。上帝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和暗分开，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。夜晚过去，清晨来临，这是第1天。上帝又命令在众水之间要有穹苍，把水上下分开，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去完成。于是上帝创造了穹苍，把水上下分开，也称穹苍为天空。晚间过去，清晨来临，这是第2天。上帝又命令天空下面的水要汇集在一处，好使大地出现。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。上帝称大地为陆，汇集在一起的水为海。上帝看陆地和海洋是好的。接着上帝命令陆地要生长各种各类的植物，有产五谷的，有结果子的，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。于是陆地生长了各种各类的植物，有产五谷的，有结果子的。上帝看这些植物是好的。晚间过去，清晨来临，这是第3天。上帝又命令天空要有光体来分别昼夜，作为划分年日和季节的记号，并且在天空发光照亮大地，一切就照着他的命令完成。于是上帝创造了2个大光体，太阳支配白天，月亮管理黑夜。他又造了星星，他把光体安置在天空，好照亮大地，支配昼夜，隔开光和暗。上帝看光体是好的。晚间过去，清晨来临，这是第4天。保罗就用这样的一个概念，有种子的概念，有光的概念来形容人的复活的生命，就好像是在创世纪所讲的创造一样。也因为有光，我们在上帝将黑暗中的人救了出来，使人得到了新的生命。这个形体是按照上帝的形体所造的，是属天的形体，不再是属世界、属肉体的形体了。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24节，为胜利感恩祷告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为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上主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，他拯救了我。上帝的子民帐幕中响起的胜利的呼唤。上帝施展了他的大能，他的能力使我们得胜。上主施展了他的大能，我不至于死，我要活下去，来宣扬上主的作为。他曾重重的惩罚我，但我没有使我死亡。
为我开启圣殿的门，我要进去颂赞上主。这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才能够进去。上主啊，我要颂赞你，因为你垂听我，使我得胜。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基石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在我们眼中是多么的奇妙啊！这是上主得胜的日子，我们要欢乐，我们要庆祝。感谢主赐给我们救恩，赏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，叫我们只要信就能得到复活的生命，并且得到属天复活的形体，不再受死亡的辖制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